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下礼拜节目一开始，我带大家去台中外埔了解葡萄酒产业，韩国台湾头一摆办嘅红酒马拉松比赛。当然，报道当中会有啉酒嘅画面哦，也提醒大家是酒莫过量嘅。台湾对1956年推开始入台中酿酒葡萄，佢当时嘅研究公卖区持久葡萄酒成功嘅，有原料方嘅需求，有到配合产价开发政策。如同台中外埔农民开作，中青岛嘅下外埔酿酒葡萄有200-300公頃案发到。1966年公卖区停止开作嘅，2002年政府又开放民间酿酒，农民都一撒撒改种配方嘅。不过也有人唔肯变黑，还转型开酒庄。不过许多农民种得出改种地位葡萄，做得出品质改好嘅葡萄酒，啥无听错晓得按样嚟行销。古所外埔嘅红酒唔係過有名，也冇按好賣，還有一扎現在賣唔出去，同40年嘅葡萄老樹嘅都係的。農民喺葡萄園度剪下一串又一串無毒風嘅葡萄，有個細粒地位，唔過食起來還係一甜一好食，也係專門用來釀酒嘅葡萄。那我主要有3種，一個是黑後葡萄，它是做那個紅酒的原料。那我們現在剛剛剪的這個是貝利耶，貝利耶它也是個紅酒的原料哈，它比較不會那麼酸，是一個還是相當不錯的那個原料這樣。另外還有一種叫金香葡萄，它是做白葡萄酒的原料。頭擺台中外埔區內陸種釀酒葡萄，同台灣省研究公賣區開咗有40年研究。公賣局在推廣釀酒葡萄嘛，差不多民國43年開始推廣，到46年，阮阿公就開始在種。後來阮阿公就邀集全村外埔區的這個地方一些農民大家一起來種葡萄。因為那時候政府在推廣嘛，後來就越種越多，越種越多，種到后里跟外埔區都是釀酒葡萄。說現在在台灣的地區最好的釀酒葡萄是在外埔區這一塊，也是山坡地，也是紅土，下面都是石頭嘛。說這個地區最適合做釀酒葡萄，比較。山坡沒有水嘛，也不怕泡水啊。民國85年過後，公賣區停止開作，農民各不將轉作，一直到民國91年，政府實施研究性質，開放本民間釀酒，漢中釀酒葡萄的農民就想在家業也當發展起來嘅葡萄酒莊事業。但像喺外埔屯後里地區，酒莊就有12間。你看我們外埔區這個地方的。好幾家酒莊有沒有哈？它釀酒出來葡萄酒跟進口是不一樣，我們比較有葡萄的味道。你現在已經成熟了啊！你如果再放在那個燈架上都是鳥出的啊，都一坑一坑，就是不能放太久啊。強調嘅未來是熟嘅葡萄就愛強快漸漸起來，變到冷凍庫。看天氣啦，天氣下雨越少越好啦。如果你要下雨太多的話，它的水會比較多。像我們這個因為今年沒有什麼雨嘛，所以它顏色會比較深。這個是做紅酒用的。不過釀酒葡萄嘅好品質並冇保證農民天初嘅傳導習慣，小農轉型經營酒莊並唔係按規實改，作當做會出來未賣唔得出去，就係櫃台嘅問題。農民轉型做酒莊主要種葡萄嘛，反正這邊做酒政府會來輔導啊，比較簡單啊。但是行銷的方面農民好像永遠都學不來，都很困難啦。以酒莊來講最終還是產銷的問題啦，因為現在很多的酒莊就是生產會生產，但是銷售這一塊就是蠻大的困境。現在就是面臨外面那種
3精1水9的那种冲击啊哈。我们这个19法令上它的标示哈，没有严格规范，就是说你纯粹葡萄种的酒跟调和的酒的差异，它没有这个规范。所以比如说我们外面那种酒精加香精加糖精加色素加香料调和的酒，它也可以讲葡萄酒啊。它在外面市场卖，可能一瓶成本大概5块钱，它可以卖了200块，对他来讲是暴利。韩国酒庄唔太严，但然通马会打出自家嘅品牌无按改，均靠一步一脚者，天天嚟意思农特产品赞助费来累积名声。大部分是农特产品啦，对，因为今麦小酒庄吼，应该我会卖，会煮紧啦，会卖个东西，因为人力其实全部啦，因为今年的市场嘛万红，前不手啊，大家是走到。牛慢讲嗨叫，因为已经投洗下去了，跳那水落去咧，你冇做咪做唔得啦。因为投资情豆类啦，大概是一家的酒庄最少起码500万以上啊。哦，因为我们毕竟是自己单打独斗，哦，这个广告资金的部分会比较不足，只好靠口耳相传，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做起来，所以这样子会真的蛮辛苦的。本身酒庄的经营本来就不容易，因为算是小农转型变成酒庄，它不是有企业化的管理，所以原来它是以自己种的葡萄啊、自己酿的酒这种诉求来打造它的品牌。可是因为这种过程当中，小农他不是全才，他会种不会销不会卖，不会用很多有创意的点子来加入在这里面。主要酒庄业者因为酒唔少投，竟然抗压嘅囤种嘅40年嘅葡萄树产血，来减少生产嘅压力。卖得不太好了，因为台湾人比较喜欢喝外国酒，台湾的酒一直推展不去，所以我们也制作那么多量，产销不出去，那就会有压力。压力的话，当然就砍树了。所以一直萎缩了。我们几乎做葡萄，现在那个葡萄园都一直砍掉。砍掉现在就是几乎说你有成立酒庄，你才会做这个酿酒葡萄，但是不好卖的关系也会有那个销价竞争的状况，所以说大家的利润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难生存。你要天然师傅就是要这种葡萄。酒庄经济无按规式，政府nếu是酒市查备，nếu都按三码按样嘅，多少没有地位影响，实质到买酒嘅生意如果冇地位，外埔酒庄业者该想要突破困境，想要潜规生意该好加下嘅贡献。